第三式，調理脾胃需單舉。左手上托，右手下按，力在掌根，頭望前面，回收。右手上托，左手下按，力在掌根，頭望前面，回收。左右各做3次。上托，下按，力在掌根，回收。上托，下按，力在掌根，回收。上托，下按，力在掌根，回收。最後一次。上托，下按，力在掌根，右手向前掃下。